呢件咧係入門級嘅麥穗，咁打燈唔會透嘅。咁咧就最緊要佢夠黑同埋夠水潤。咁呢件嘅直徑咧就33mm，咁黑度都 OK 嘅。入門級咧就首選係呢種啦，因為如果你要打燈透綠又要夠黑嘅話咧，價錢起碼要多過零嘅，因為嗰種肉質咧就比較稀有啲。咁同埋打燈透綠嘅肉質咧，通常個黑度會比較差嘅，即係唔夠黑。咁當然有啲會夠黑，打燈又透綠啦，咁但係個價錢會非常之高咯，多過零都唔止。我多過零之後，仲有可能要多1-2倍添。咁所以睇下你個要求去到邊啦。咁如果你係新入門玩麥穗咧，咁呢種咧絕對 OK 嘅。如果打燈係完全唔透綠，完全唔透。